讲台语当着时，有出版社发现，这几年台语本的出版是愈来愈兴，尤其是予囡仔看的台文绘本是真受到市场欢迎。为今仔日到拜一，因是举办台语朗读节活动，现场问下台语文学，也用台语讲科技、讲音乐等等，鼓励各种领域的大个人拢通自然讲台语。哇，是足侪只车厢的火车，身躯有足侪无同的图，足水。手提绘本用台语讲故事，囡仔拢真斟酌听。这是民间出版社举办的台文朗读节活动。主办单位讲，因为发现这几年台文出版愈来愈兴，看到台文出版的发展性，就结合市集、展览、讲座，举办全台语的台文朗读节。即摆真正是愈来愈侪。有囡仔人的册，有大人的册，有文学的翻译拢有。绘本是上济，因为大家会想讲爱互囡仔人来读。你咧看这个气象报道，其实以上重要的资料是对倒来，是对太空。互人合作火箭阿伯的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，当然用台语讲太空科技。吴宗信讲，台语通讲万事万项，伊鼓励大家伫各种领域拢通试着用台语讲现代诗，甲台语多元化，拍大家对台语的刻板印象。语言其实也有适当的这个环境甲资源来做好的发展，所以伫现代这足侪科技，尤其科技足侪方面的发展，资讯的发展，伊有足侪新的这个技术，搁一寡名词出现，所以你若国家有一定的资源来提供，我想伊的语词思考伊就愈来愈多。台文朗读节连办3天，为拜六到拜一。讲座除了台语讲太空，也有音乐创作、出版编辑、世界文学、历史思想等等，靠各种领域的专家做阵来用台语分享，展现台语文当咧多元发展。记者郭文考编辑台北报道。